各位香港嘅老友記或者屋企有長輩嘅朋友，你哋知唔知原來我哋由40零歲開始，大腦其實就已經悄悄咁縮水同退化。好多人以為記性差、執轉頭、唔記得鎖匙放邊度，只係年紀大嘅正常現象。但事實上，每10個65歲以上嘅香港長輩就有一個不幸患上腦退化症，到咗85歲以上，患病率更加係飆升到每3個就有一個。呢個數字係咪聽落都覺得好驚？不過今日有個好消息要帶俾大家，原來美國哈佛大學同頂尖醫學團隊做過一項持續咗好多年嘅大型研究，發現只要你食啱嘢，患上阿茲海默症，即係俗稱老人痴呆、腦退化嘅風險竟然可以足足勁跌53%。你可能會諗，哇，要減低53%咁多喎，實要食啲咩冬蟲夏草、燕窩、人參啦，普通小市民邊度負擔得起呀？完全錯晒。今日同大家盤點嘅10大最強預防腦退化食物，全部喺屋企附近嘅領展街市，甚至普通條街嘅菜檔果攤，幾蚊雞就可以買到一抽。最神奇嘅係，大家都以為最補腦好似個腦一樣形狀嘅合桃，喺呢個醫學實證嘅排行榜入面，竟然只係排第3。第1名嗰樣嘢，普通到你平時行街市可能連睇都唔睇一眼。如果想自己同屋企人到咗7老80都依然頭腦靈活、精明過人，今日呢條片你一定要原原本本睇到最後。尤其是第1名，我仲會教埋你點樣食先可以將佢嘅功效發揮到極致。好啦，事不宜遲，我哋即刻由第10位開始講起。排喺第10位嘅就係我哋平時去茶餐廳或者自己喺屋企成日飲嘅綠茶。大家唔好小看呢杯淡淡地嘅茶，綠茶入面含有好豐富嘅兒茶素。科學家發現呢種兒茶素係一種超強嘅抗氧化劑，佢可以穿透我哋大腦嘅血腦屏障，直接衝入去保護我哋嘅神經細胞。大腦退化嘅其中一個主因係因為大腦入面堆積咗一種叫澱粉樣蛋白嘅垃圾，呢啲垃圾會毒死神經細胞，令你慢慢記唔起嘢。而綠茶入面嘅兒茶素啱啱好就可以阻止呢啲垃圾蛋白凝結，等於幫你個腦每日做大掃除。香港人好中意飲茶，老友記朝朝去1盅2件，或者下晝喺屋企口渴，不妨泡杯濃濃地嘅綠茶。不過記得啦，唔好加糖，同埋唔好臨瞓前飲，免得影響睡眠。因為瞓得唔好，大腦一樣會退化得快。跟住落嚟第9位係好多阿媽行街市見到都會買1斤返去煲湯或者清炒嘅西蘭花，或者叫西蘭花仔。西蘭花屬於十字花科蔬菜，佢入面有一種好犀利嘅成分叫做蘿蔔硫素。醫學研究指出，呢種成分可以幫大腦對抗慢性發炎。你要知，腦退化本質上就是大腦神經在慢性發炎。西蘭花入面除咗有蘿蔔硫素，仲有極高嘅維他命 K 同葉酸。維他命 K 係形成大腦細胞入面一種叫鞘脂嘅重要元素，有助提升記憶力。喺街市買一棵西蘭花，有時特價真係幾蚊雞就有交易，用少少蒜蓉清炒，又或者配少少瘦肉，已經係一道非常之好嘅護腦家常菜。再落嚟第8位，可能好多老友記都好中意食，但又驚膽固醇高，唔敢食咁多。呢樣嘢就係雞蛋。以前好多舊觀念話60歲以上唔好食咁多蛋黃，話會令膽固醇超標。其實呢個觀念一早已經過時落伍啦。雞蛋黃入面含有大量嘅膽鹼，呢種物質係大腦製造乙酰膽鹼嘅必須原料。咩係乙酰膽鹼？佢就係大腦神經元之間傳遞信息嘅通訊員。如果缺少咗佢，你個腦嘅網絡就會斷線，諗嘢變慢，記性變差。美國醫學界追蹤研究咗一班長輩超過10年，發現每日食蛋嘅人，比起1星期食少過1隻蛋嘅人，認知能力衰退嘅速度慢好多。只要你唔係用大量牛油去炸或者炒，每日食1至2隻水煮蛋或者蒸水蛋，絕對係最便宜、性價比最高嘅補腦補品。第7位係一種顏色好鮮豔嘅調味料。近年喺香港醫學界同坊間都好流行，佢就係薑黃。平時我哋去食咖喱，見到黃色嘅汁，主要就係因為有薑黃。薑黃入面最核心嘅補腦成分叫薑黃素。科學家留意到一個好神奇嘅現象，就是印度人患上阿茲海默症嘅比例竟然比西方國家低好多。研究後發現，好大可能同佢哋餐餐食咖喱，吸收大量薑黃素有關。
薑黃素具有極強嘅抗炎同埋抗氧化能力，而且佢可以直接分解大腦入面堆積嘅斑塊。但係呢度有個好大嘅重點，好多香港人雖然知道薑黃好，但食錯晒方法，結果完全吸收到。因為薑黃素係一種脂溶性嘅物質，而且人體對佢嘅吸收率極低，你直接用水沖服或者光禿禿咁食，基本上9成9都會被腸道排出體外。咁薑黃素點食先吸收？記住2個秘訣：第一，一定要跟埋油脂一齊煮，例如用少少油去炒菜或者煮咖喱。第二，一定要加黑胡椒，黑胡椒入面嘅胡椒鹼可以將人體對薑黃素嘅吸收率瞬間提高20倍，冇錯係20倍。所以下次宰魚加薑黃粉，記得順手撒幾粒黑胡椒。來到第6位。係一種喺香港街市1年4季都買到便宜到無人信嘅魚，秋刀魚或者沙丁魚。講到補腦，好多人都會諗起三文魚，覺得有好多 Omega-3，即係 DHA 同 EPA。但係三文魚咁貴，天天食邊度頂得順？其實秋刀魚同沙丁魚呢啲深海青貝魚，佢哋含有嘅 DHA 比例甚至比三文魚還要高。但價錢平咗起碼幾倍，喺街市10零蚊就有一大條。DHA 係我哋大腦皮質同視網膜最重要的結構成分，等於是大腦細胞嘅建築磚頭。缺乏 DHA 嘅話，大腦細胞膜會變硬，信息傳得慢。老友記平時可以用薑絲去煎秋刀魚，或者買罐頭茄汁沙丁魚，簡單方便，又可以幫大腦補充足夠嘅魚油，預防大腦萎縮。入到前5名啦，第5位係南瓜同埋南瓜子。街市1斤南瓜都係幾蚊雞，但佢周身都係寶。南瓜本身含有好豐富嘅 beta 胡蘿蔔素，可以抗衰老。而最緊要嘅係南瓜子，即係南瓜核。南瓜子入面含有極高嘅鋅元素，鋅對大腦有幾重要？佢係維持大腦記憶力、思考力同埋感官功能運作不可或缺嘅微量元素。如果一個人缺鋅，佢會好容易出現記憶力減退、注意力不集中。每日食一小把無鹽嘅烘焙南瓜子，或者將南瓜連皮蒸熟嚟食，既可以攝取到豐富嘅膳食纖維，又可以幫個腦補鋅，真係一舉兩得。第4位係一類蔬菜，統稱為深綠色葉菜，最典型嘅代表就係菠菜同埋芥蘭。呢啲菜行入任何一個街市菜檔，2蚊3蚊就有一大紮。點解深綠色蔬菜咁厲害？因為佢哋充滿咗葉酸、維他命 E， 還有類胡蘿蔔素。哈佛大學做過一項好著名嘅研究，追蹤咗一班年齡由58歲到99歲嘅長輩，發現每日只要食1至2份深綠色蔬菜嘅人，佢哋大腦嘅認知年齡竟然比少食或者唔食菜嘅人年輕咗足足11歲。11歲啊，老友記，即係話你70歲嘅時候，只要餐餐食夠青菜，你個腦嘅靈活程度可以同59歲嘅人一模一樣。原因就係葉酸能夠有效降低血液入面嘅同型半胱氨酸，呢種物質如果過高，會直接破壞大腦血管，加速腦退化。好啦，終於嚟到大家最關心嘅第3位合桃，好多人都好驚訝，合桃一直被譽為堅果界嘅補腦之王，居然只能排在第3。雖然佢只排第3，但佢嘅功效依然不容忽視。合桃係眾多堅果之中唯一含有大量 alpha 亞麻酸嘅堅果，呢種物質喺人體入面會轉化成 omega-3 脂肪酸。醫學雜誌發表過好多報告，證實長期食合桃嘅長輩，無論在語言能力、記憶力還是反應速度上，都明顯比無食嘅人好。咁合桃每日幾粒先最合適呢？大家要記住，堅果雖然好，但油脂高、熱量高，食太多反而會造成肥胖同埋血管負擔。醫生建議每日食3至5粒完整嘅合桃肉就已經非常足夠，最好係買無烘焙、無加鹽、無加糖嘅原味生合桃，咁樣就最健康。接住落嚟第2位，可能好多香港老友記未必習慣天天食，但佢喺醫學界嘅護腦地位極高。呢樣嘢就係莓果類，特別係藍莓。藍莓入面含有大量嘅花青素，呢種成分賦予咗藍莓深紫色嘅外表，同時亦係最強嘅天然抗氧化劑。隨着年紀增長，我哋大腦入面會產生好多自由基，呢啲自由基會好似生鏽咁，慢慢侵蝕我哋嘅腦細胞。
而藍莓嘅花青素就可以直接進入大腦嘅記憶中樞海馬體，幫海馬體清除呢啲鐵鏽，修復受損嘅神經連接。美國辛辛那提大學做過實驗，俾一班平均年齡70多歲，已經開始有早期記憶力衰退嘅長輩，每日喝藍莓汁，只係過咗2個月。佢哋嘅學習同記憶能力就有咗好顯著嘅改善。而家香港嘅超市同街市水果檔買一盒新鮮藍莓，有時都係10零蚊，洗乾淨當生果食，酸酸甜甜，老少皆宜。最後要揭曉全場總冠軍，排第一位，醫學實證預防腦退化效果最好，而且在香港街市幾蚊雞就可以買到一整大個嘅超級護腦食物，就係紫洋蔥同埋大蒜。你可能會覺得好奇怪，點解會係紫洋蔥同大蒜？第一名唔係應該好高貴嘅嘢咩？其實大腦退化同萎縮最大嘅元兇係大腦微血管硬化，導致大腦長期缺氧同缺乏營養。而紫洋蔥同大蒜入面含有極高濃度嘅楴皮素同埋蒜素。楴皮素是一種超級黃酮類化合物，它不僅能強力抗發炎，最厲害的地方在於它能夠擴張大腦微血管，增加腦部的血液流量，等於為大腦神經元開闢了一條高速公路，源源不絕咁送入氧氣同營養。大蒜入面嘅硫化物更加可以激活大腦入面嘅抗氧化系統，保護大腦免受毒素侵害。街市買一個紫洋蔥，通常都係幾蚊雞，蒜頭更加係幾蚊。有一大紮，點樣食先最有效？紫洋蔥最好係生食或者輕輕炒一炒，唔好煮得太爛，因為高溫會破壞楴皮素。你可以切絲用嚟涼拌，或者配沙律。至於大蒜，記得切碎或者拍扁之後放喺室溫度靜置10分鐘先好落鑊煮，因為大蒜入面嘅蒜氨酸同大蒜酶需要接觸空氣結合，先會產生具有治病護腦功效嘅蒜素。如果你一拍完就立即扔落滾油度炒，高溫會令大蒜酶失去活性，咁你就白白浪費咗大蒜最強大嘅補腦功效啦。各位老友記，其實預防腦退化真係無想象中咁複雜，亦唔需要花大錢。今日講嘅10大食物：綠茶、西蘭花、雞蛋、薑黃、秋刀魚、南瓜子、深綠色蔬菜、合桃、藍莓，還有紫洋蔥、大蒜。你睇睇，全部都係行出門口街市轉個彎就能用幾蚊雞買到嘅平民食材。只要我哋在日常三餐入面有意識地多加呢啲食材，少食啲加工食品同高糖高油嘅外賣，日積月累，你個腦就會比同齡人健康得多，靈活得多。由今日開始，同屋企人一齊調整飲食，健健康康、正正明明咁享受豐盛嘅晚年生活啦。